我们连队啊，跟普通的连队、跟其他连队不一样，是有区别的。你们连队不是普通连队，那我们连队就是普通连队了。我告诉你，旅长，听清楚了，也记住了。你们连之前获得的立功机会跟那些荣誉，是因为好的机会都给了你们连。如果把那些机会给我们的话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啥意思啊？你跟我说这个，是想跟我抬杠是吧？好，你要抬杠，我好好跟你抬啊。我们战刃连成立才几天，成立这么点天数的战刃连取得的成绩、受到的嘉奖，放在桌面上，有哪个连队敢跟我们比一比？我们战刃连那就是2情里的精英连、筋斗连、王牌连队，我到哪去都敢抬起胸脯跟任何人说这个话。行，消消气儿，消气儿，别跟我争了。哎呀，争来争去呢，也争不出来个结果。咱俩别因为什么鸡血人血的事儿较劲了。战场上见。我相信吕礼对这件事情一定会有公平的交代。大奎子啊，临走我跟你说2件事：一，你向我们连欧阳俊一个道歉；二，百发百中的发射任务，原本我以为就是2个连互相对抗，谁有能力谁上，增加一下训练的强度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我们战刃连这次百发百中任务正定了。再跟你说一句话啊，我们连队各种茶叶有的是，想什么时候喝，欢迎你随时去。我喜欢咖啡，咖啡一样有。我们想了很久，也看了很久。自从下达发射任务以后，各个连队都使出了自己浑身解数，都希望能争取到这第100枚导弹的发射机会。大家的努力我们都看见了。我和政委想来想去，到底给谁和不给谁都似乎有失公平，因为你们真的非常优秀，你们也真是旗鼓相当。我们想来想去，到底给谁呢？大家都看见了吧？大转盘，从1连到战刃连，咱们选一个人出来转，转到谁就是谁。鲍旅长，这不公平。怎么不公平了？我怎么知道这个转盘有没有动过手脚啊？比方说，每一次转都会恰巧的指在某一个连队上。报告，易连长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你要是觉得不公平，你可以上去转试试。假如每次转的都不是同一个连队，说明转盘没问题；假如每次转的都是同一个连队，那也不能说明我们作弊了，那只能说明政委和旅长作弊了。行了，别争了，坐。大转盘在这儿，你们谁要是不相信，可以上来试一试，转一圈，验验货。还有啊，这摄像机在这儿呢，正在向各连指战员做现场直播。我们旅里头肯定没有弄虚作假。怎么样？谁上来试试？李连长，你不相信，你试试啊！报告，我来。我还是回去吧。别想给我下套！我不转。我这怎么叫给你下套呢？转怕什么呀？我有什么可怕的？我相信这个大转盘没有任何问题。我就是在想，如果我现在上去转，万一指到我们连队，从概率上来说，一会儿真正开始的时候，就应该不会指到我们连队。所以呢，我不想浪费我们连的好运气。易连长，你说的对。旅长、政委，我也想去上去试试。可听完易连长这么一说呀，我决定，我也不浪费我们连的好运气。那问题来了，旅长、政委，这事儿不好办了。你看看，这易连长又不相信，又不想试试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我说吕正，当着旅长跟政委的面，咱俩能不能先别掐了啊？现场直播那看不到，丢不丢人？是，直播咱不能掐。怎么？你们真的不愿意上来检验一下这个大转盘有没有质量上的问题吗？那好，既然这么说，那我们就先摇了。从1连到战日连，概率是1/9，不管摇到哪个连队，你们都要相信这是最终的结果。没有异议吧？没有，没有意义。那就请政委，你来摇。好。王俊，到，过来。指导员，大家都在庆祝，不去参与一下？咱们连拿到第100枚导弹的发射权，你很可能成为发射号手。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这么喜庆的事，你好歹笑一下嘛，要不然很尴尬。行了，别想了，我和连长，包括你的同学们、战友们，都很看好你。指导员，我一点都不看好我自己。又来了是吧？不就是那件事儿吗？这不都过去了吗？没有，我真的觉得那件事没过去。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开心起来。我现在要去旅部找政委，主动要求受处分。那就算你要去旅部申请处分，那能不能等第100枚导弹发射完了以后再一并处理啊？不行，指导员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忍受这样的精神折磨。我不想再背着这个壳一直活下去，它太沉了。指导员，我欧阳俊是一头牛，但也是一头斗牛，绝对不是蜗牛。去吧。政委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我跟您承认错误，是我自己爱慕虚荣，欺骗了我的父亲，也欺骗了领导，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期望。我知道这件事是一件严重违反部队纪律的大事，
所以我主动要求李玉礼给我处分，我都接受。但是政委，我在这也表个态，如果我以后还能继续穿这身军装，我早晚有一天会穿上照片里的衣服。我必须考学，必须体干，我一定能做到。我说完了。前几天写血书的时候伤害了？没事儿，小伤。挺血腥啊。血腥谈不上。政委，我就是想争第一，在任何人、任何领导面前，我都毫不避讳地告诉他们，我欧阳军就是想争第一，我就是要做一柄出色的、优秀的、合格的火箭兵。我要在部队好好干。这身军装的事儿，是我自己走火入魔了。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笑话，也成为了战士们茶余饭后的笑柄。我想清楚了，我不想再背着这么沉重的精神压力活着，我要把这个压力丢掉。与其让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不如坦然面对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想，也不用做什么给别人看，做好眼前的事情。回去吧。政委，就这么晚了？怎么，我这个政委说话不算数吗？不，算。那这处分，请记着。大哥，老妹，这事儿吧，你也别愁啊，不是所有的车辆都拉回厂里面容了，现在就是一个清点和移交。那你看大家伙都嚷着要新装备，那咋的？新装备来了啊，你想要；老装备你还想占着，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？咱们现在啊，就是小范围的更换车辆，这马上就要实弹发射了，肯定会让你有车开。咱有一部分老车，是不是直接就拉靶场当靶子去了？这个不就是咱们的传统吗？对吧？肯定呢是把车里面的重要零件一拆出来，那车就是个空壳子了，是吧？这事儿不是我们能左右得了的。我呢知道你对这车呀有感情，可咱们现在重点呢得放在备考上。至于这车你是回厂容了，还是拉到靶场上去，这个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服从命令，军人嘛，人要服从命令，这车它也要服从命令。那就不能给我留一辆吗？哎呀，我说这不是班长啊，你有的时候倔起来呀，你就特别倔。咱们停车场啥情况你不知道吗？一个萝卜一个坑。那现在旧装备车辆，一部分啊停在仓库里呢，还有一部分就那么露天放着呢。那新装备车辆一来了，老的肯定要让位置，挪个坑。那你不能说你天天盼着想着要这个新装备新车辆，那老装备老车辆你也不撒手啊。咱们啊是主战部队，这不是这个停车场大仓库啊。那你就给我加一个车位不行吗？就留一辆，就把321给我留下。真不行。
小卓，你有没有觉得，咱们郎班长最近这个心情啊，是越来越消沉了？是啊，自从这个发射车被拖走以后，他就魂不守舍的，又跟着装备管理科去代机库了。哎呀，我师傅跟这个车的感情啊，是真的很深啊。是啊，那发射车就是班长的老婆。老爸，啊，哎，怎么了？你看，这我师傅年轻的时候。是啊，没想到班长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小鲜肉啊。哎呀，那当然，我跟我一样。哎，这电话号码是谁的？哎，你赶紧放回去吧，咱们干完活赶紧走吧，下午还去代机库呢。班长，你这午饭也没吃，晚饭还吃吗？不饿，搁那儿吧。班长，我陪你聊会儿。这车浑身都是故事啊！这个位置原来有一个大坑，是我当兵第20年的时候参加部队比赛划的。当时本来说要换，厂家不给换，厂家说换了更麻烦，要大拆。还有这个轮胎，这也不是原装的轮胎，是改进后的设备。现在这东西真的先进。半充气式轮胎基本上都已经实心了，又结实，还能自动充气。但是就是你开着会不习惯，对驾驶员是有挑战的。原来习惯了这个轮胎的弹力，那驾驶的感受。未来你们对新的装备也是一样，很像你的老婆整了容，比以前变得更漂亮了。但是你得习惯一下啊。这块板子看得出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吗？颜色不知道，是我自己喷的，天衣无缝啊！我应该是个画家，我应该。321。哎呀，那天我忽然被老狼感动了。他就像找到了一个终于能听他倾诉的对象一样，给我足足讲了2个小时。那辆321他开了10年，10年过去了，我们班长一直伴随着这辆车。可是现在，这辆车要返厂熔炉了，他的心里当然很难过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知道这3颗星什么意思吗？知道，发射过3枚实弹。咱们火箭军大大小小那么多发射车辆，发射过3枚以上实弹的，你猜能有多少辆车？我觉得超不过100辆。不光战士有功勋的战士，车也有功勋的车，装备
也有自己的荣耀啊。在我心里边，它是有生命的。人应该在这儿。嗯。你看，班长，哎，搭把手来。哎，我就喜欢这车盖上这个伪装膜，看着威武霸气，壮实。哎，这么威武霸气的车，何长阳啊？何影啊？我知道你这几天一直围着这车，又是擦的，又是给它照的，对这车肯定有感情。你心里咋想的呢？我都明白。这按理说哈，咱们呢不允许跟这装备合影。嗯。可是我呢，跟旅里打了个报告，旅里说了，特殊情况特殊对待，允许你啊跟这装备合张影，留个纪念。能合呀？你看人我都带来了，设备、相机。来吧，那来吧，来吧，来，你挡着，来，开始。老班长，你往前来点。往前。哎，这咋黑了？那个镜头盖。哦。准备，老班长。来，3、2、1。不是你干啥呢？嗯，这么威武雄壮的车，你这你摆几个造型好不好？你这太死板了，摆几个造型来。造型啊？啊，摆点。对。老班长，你多摆几个造型，我给您拍的好看点。打起啊！啊。 3、2、1。干哈呢？睡着了？那躺车上睡了，那再来一个。不行啊，这个。你换一个，自然点。自然点哈。对，你自然点，你放松一点。啊，再来一个，来想一想。 突然一合影，我这搞得有点松弛点，不是，来再来一个啊！放松啊，放松了，找着角度啊，现在准备了，老班长。好，3、2、1。啥造型？嗯，不，我不说你造型了，班长，你面带点微笑好不好啊？我笑了。哎呦，你这面无表情这不行。我有表情啊，我。 来，你自己看，有没有？老班长，您这确实没有笑，能不能笑一个？我能笑，呢。确定哈？笑还不简单吗？我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好，来，不好意思啊，来笑一个。笑啊！哎，笑，这回正儿八经笑了。好，这回笑啊，老班长，咱这回真笑啊！好，来，准备了啊！3、2、1。连长，啊，这批车什么时候走啊？大后天吧。知道了。笑一个啊！ 来。
3。班长，还跟那儿想车呢？你想再多，这车呀，该走的还是得走。啊，是啊，班长。要不这样，我给你做一个1比1还原的模型，然后在车上喷上321，你看行吗？拿我当小孩了？我根本没想车，我想的有用吗？该走的东西，迟早得走。哎，不走，出去溜达溜达去。有这本书不错啊。没事吧？啊？是啊，这都魂不守舍了。班长，你这干嘛呢？班长，班长，你别这样啊！大中午的你在这跑步，你可别吓我呀！班长，班长，见过轴的，没见过像你这么轴的。班长，我要走了。年底。班长，你们干嘛来了？这车今天刚从代机库拉回来，我们想帮他清理清理。师傅没别的意思，这车明年就不是被开走了吗？我们哥几个寻思着跟这车都快出了1年了，我们给擦一擦。车早擦完了，你们要是愿意擦呢，就再擦一遍；不愿意擦呢，帮我把最后的数据核准做完，明天一早交给装备科。
哎，师傅，那明儿这车谁开啊？你开。擦完了呀，先做数据吧。你记一下。总里程13001，上月里程145。11月8号。哎，宝宝，今天几号？7号。7号。哎，你来看，怎么了？你看，这个就是这辆车的出厂日期。哟，这出厂日期算下来，明儿就是整整10年了。对呀，10年了。生日快乐呀！哎呀，哎，咱给这车过个生日吧，让咱师傅也高兴高兴，也纪念纪念。可是明天这车就被拖走了呀。那，你说这事情真是挺奇妙的。班长，都上车了？都上车了，就等发车命令了。我那321呢？挺好的。绑得牢牢的，放心吧。那你们俩回来干嘛来了？不看着列车发车，有始有终。班长，既然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们觉得你还是应该亲自去送送他，有始有终比较好。对。你说出来可能心里会更好受一点。我不去，去了也是难受。我想开了，这装备是有生命的，可它也总有离开你那一刻呀。人嘛，总该放下一点。想明白了挺好。谢谢你们啊，前几天情绪不太好，对不起你们了啊。没事儿，班长，既然事情都过去了，要不把那个故事给我们讲一讲？大伙儿也挺担心你的。师傅，照片的事儿我们已经知道了。你们想听这张照片的事儿？坐吧。坐。哎，坐。那是我当兵第20年时候拍的，当时已经准备好回家了，说什么都不想干了，就想退伍。后来班长跟我说：“老狼啊，再多把几年舵吧，2T0里不能没有你。”山东口音。可我就是想退伍，说什么都不想干。20年，太累了。连里让我参加 GTW5，那年考的是极速发射，我根本没办法集中精力，我都不知道我的车停歪了5厘米。我也没有核实最终的数据。也没弹呢，多珍贵啊！
当我把这个错误数据告诉班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问题了。我恨不得马上把那个正确数据告诉班长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。就因为那次操作失误，班长丢掉了全军大比武的资格。应该是那次操作失误给他的打击太大了，就连年底的士官考核都名落孙山。在最后复员的时候，本来他可以选择留在部队，还是回了山东老家复员了。你们说的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就是班长当时给我拍的，后边还留了他的电话号码，说要想他的时候就给他打电话。可是我一直都没拨出去，不敢。我心里还是不想让他知道那件事。想不到吧？啊？你们眼里的老班长，也有这么不堪回首的时候吧。27领旅，车神老狼。丢人呐！我这几年一直在部队里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我其实一直在赎罪。因为班长希望我再多把几年舵，所以我发誓我要干满30年。可是现在321都上车了。师傅，我觉得过去的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，倒不如索性您跟他联系联系，或许他早就知道，或许他已经原谅你了。是啊，班长。如果他在退伍之前真的知道这些事情，知道这个真相，他又在这个照片后边留了电话号码，我觉得他心里一定原谅你啊。他肯定希望未来有一天，你能当面跟他说声对不起。没脸打。班长，班长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坏消息。坏消息，军烈因为临时调配原因，暂时不发车了。那好消息呢？好消息，装备车不能在外边过夜，所以咱们旅派了几辆工程车，把车给拉回来了。回来了？啊，真的。回来了。好了，抓紧时间带回吧。晚上洗漱我啊，早点休息。带回吧。加油！跑步走！